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3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胡适走势叫窄幅整理，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0.11%，深圳成指跌0.09%，创业板指数跌0.27%，北证50跌0.12%，科创50暴涨5%，不知道出了什么幺蛾子，成交量也还可以。全天两市成交额是2.76万亿，这个比前几个交易日明显的多一点，多了1000多亿，算是放量震荡。这个原因大家也知道，因为接下来就要放几天假，这几天里面特朗普要作什么妖，谁也不知道，所以恐怕有人割点肉出来，一是过节，二是防特朗普。今天是2871只个股上涨，2459只个股下跌，就是涨跌各半，几家欢喜几家愁。这个最后一个交易日不怎么样，但是整个4月份应该还算走得不错的。这个继续沙滩上建高楼。A 股4月收官，4月30日主要指数本月集体收涨，市场总体呈现震荡攀升的态势。创业板指数涨超15%，突破2025年6月3日的高点，刷新10年新高。创业板综指创历史新高，突破2015年6月3日的前高。科创50指数这一个月，科创50涨了25%，这是妥妥的牛市啊！科创50，沪指也回到了4100点，也总体上看，这4月份还是不错的。但是散户想赚钱很难，没那么容易。为什么？4月的最后一周，4月21号到4月29号，就有成批的 A 股上市公司披星戴帽。4月28日晚，16家上市公司批量公告，4月29日执行退市风险。第一个是退市风险警示，新 ST 有10家，什么深康佳、东方制造、三房巷、易华路、和信仪器、东珠生态、田野股份、启迪环境、棒捷股份、季凯股份，这10家要退市风险。其他风险警示6家，四川金鼎、金花股份、清越科技、文峰股份、金鸿顺、龙运股份，还有什么华西股份、香油科技、华谊兄弟，这些统统是 ST。 这仅一天就这么多公司，不是 ST 就是加新 ST， 也不知道多少散户被套在里面。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有一只白酒股。为什么介绍白酒股？其实没别的意思，这是新浪证券报道说白酒退市第一股，股价大跌98%。如果刚才那些什么新 ST 那股票披星戴帽，让我们看到现在什么盐监管，这个白酒退市第一股，那才叫离奇的身世。30年老牌壳股谢幕，终于这么个妖股寿终正寝，30年，可以说这只股票见证了胡适整个历史。当然了，前面从开始到现在，这是一只什么股票？目前这只股票的股东还有2万人，不知道这2万人是什么人。又一家 A 股公司提前锁定退市，这家公司就是著名的新 ST 延时600696。说新 ST 延时很多人不知道，但是这个新 ST 延时它有一连串的名字，叫曾用名。600696这只证券代码曾经有过最早的上市的名字叫福建豪盛，后来又改名利嘉股份，过了一段时间又改名多伦股份，后来又改成 P2P， 最后叫延时股份，代码不变600696。从这个代码看，它在胡适 A 股是最早上市的那一批，比较远的。就这么一只股票，为什么频频改名？因为它改一次名就换一次股东，换一次主营业务，换一种玩法，换一种概念。30多年来，让一批又一批的 A 股投资者栽过跟头。这只股票在 A 股30多年的起伏，终于走到了尾声。4月29日晚间，新 ST 延时在交出2025年年报同时宣布，公司股票自4月30日开市期停牌。同日晚间，上交所同步向新 ST 延时下发拟终止上市事先告知书，对其股票作出终止上市决定。这将是第一家退市的白酒股，终于走完了它30年的历程，退市了。按照以往退市股的流程，在新 ST 延时完全退出 A 股主板，走完所有退市流程，完成摘牌归档后，600696这一代码
会被交易所正式回收，作废封存。事实上，不用等到交易所最终通知，新 SD 岩石已踩中多条红线，退市之路早已明确。截至4月29日收盘，新 SD 岩石股价报 1.3 亿元，总市值 4.38 亿元，已连续18个交易日低于5亿元市值红线，市值退市已经板上钉钉。为什么介绍这个600、696呢？这就是咱们资本市场的一个弊端。当他还叫福建豪盛的时候，他混不下去了，就应该退市，结果他不退市，又卖壳，卖壳之后就变成利嘉股份，好吧？你第一次允许卖壳是吧？那第二次呢，混不下去了，他又卖壳，卖成叫多伦股份。也就是胡适像600、696这样的企业有多少？就这个企业不行了，为什么不能退市？直接退市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要让他什么借壳，什么卖壳，什么重组？这些猫腻太多，每一次卖壳，每一次重组就割一次韭菜。很多做胡适投资者都应该有经历过，过去炒重组，专门炒重组，一说这股票要重组，立马股价上天，连拉30个涨停。这个我想它是人为的，这完全可以杜绝。说你这公司不行就拉倒，你就退市，为什么不让退？这个最大的弊端在什么地方？比如我这个上市公司不行了，要退市，按照规定方方面面达不到我怎么办？你比如华谊兄弟这样的，按照现在的规定，那就要退市了。那我为了不退市，对不对？为了留住上市主体这个资格，那你就只能做假账，各种造假，财务造假，以达到他那个最低要求。那你实际上他是达不到的，这应该退市，但是达不到他又要达到，那不就只有造假吗？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胡适里面这个造假是比比皆是，是司空见惯，就是这些奇葩制度导致的。这个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什么走下坡路的美的，人家资本市场都是注册制。注册制什么意思？反正你只要不撒谎，你对你的所说的话负责任承诺，你上市，人家投资者愿意买就买，不愿意买，你这股票就不值钱，不值钱变成1美元以下，1美元以下多长时间你就自动退市了。那家公司好，人家也不可能来，人家海外就没有，就很少有借壳，不需要借你壳，为啥？我自己注册就完了。为什么我借你的壳干啥？人家直接又去注册去了。就是我这搞了一个企业挺好的，贾会计搞了个法拉利未来，一辆车还没生产，人家等的是注册，你看投资者愿意不愿意买你的？你去讲故事，没人买，那你就掉到1块以下，你只能退市，超过多长时间？一个月30个交易日啊，多长？就反正1块以下摘牌没了。好的企业根本就不需要借人家的壳，人家自己直接注册去了，没有障碍。只有某些奇葩市场才有壳这一说。你借人家的借尸还魂，干这事，一个壳它要值几个亿。那为了保住这个壳叫保壳，为了保住这个壳，它什么手段都用，这就加剧了资本市场的这种各种违法乱纪、造假账、财务造假。所有的财务造假都是因为这个引起的啊，咱们就不多说了。胡适这些根本问题不解决，实际上就是个赌场，甚至连赌场都不如。你看今天可能是4月最后一天的原因，好多立案调查的。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说，如意集团实控人被终身市场禁入，财报存虚假记载，如意集团受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公告显示，如意集团披露的2022年年度报告、2024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做假账啊！我刚才说为什么要做假账啊？这就是这些原因。山东证监局拟对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700万元罚款；对邱亚夫、苏晓等11名相关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50万元至400万元不等的罚款。这个原董事长邱亚夫因在证券市场进入期间实际履行董事长职责，拟被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这个还不算，还有人隐瞒实控人身份，他躲在幕后，实际上他是实控人。但是你从表面看，股权比较分散，看不出谁是大股东、实控人，但是他有实控人，实控人躲在后面操控上市公司。这个中国经济报报道说，隐瞒实控人身份，组织指使资金占用，哈工智能王飞被罚1000万元加终身禁入。哈工智能这股票已经退市了。4月29日披露，收到江苏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司及7名责任人合计被罚款2870万元，其中时任董事、实际控制人之一王飞被罚款1000万元，并处以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你看干些啥事？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
披露哈工智能未如实披露实际控制人。公司2017年至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未披露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2017年至2024年年报存在重大遗漏，未披露重大事项进展情况。2022年年报存在重大遗漏，未如实披露募集资金使用情况。2023年至2024年年度报告及相应期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王飞实为哈工智能实际控制人之一，隐瞒其实际控制人身份，组织指使暗设资金占用行为，导致公司未如实披露实际控制人和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相关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哈工智能，看这名字估计过去也没少涨啊，智能吗？你看胡适都是这种公司啊，数不胜数。还没完，还有一个上市公司大佬董事长，2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曾经的发生为委员，曾经的一个非常知名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啊，他可不是普通人呢，又是发生为委员，好像是又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2家上市公司董事长，跑到美国去玩强奸，学那个谁，学强哥，学东哥，被人告了。这个人一看就是资本市场大佬，55岁资本大佬陆宏达被羁押，你说你还玩到美国去了，那你说人能惯着你吗？像这种人你在国内搞一搞，估计他已经不觉得有意思了，就不觉得刺激啊。在国内肯定是手眼通天的，没难度，所以他到美国去玩，就问你服不服？他不知道在美国的美国人家什么叫法治社会，管你是什么人，对不对？陆宏达因涉嫌刑事犯罪案件已被羁押在深圳市某看守所。华夏时报报道，山西首富怎么栽了？2020年4月28日晚，海德股份发布公告，因违法占用公司资金8.84亿元相关事项，证监会、海南监管局拟对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王管熙分别处以200万元和680万元罚款。王管熙同时是永泰能源实际控制人、海伦哲重要股东。这2家上市公司28日晚间同步披露上述情况，并称处罚事项与公司无关。公开资料显示，王管熙出生于1969年10月，曾多次登上各大富豪榜。2015年巅峰时期，财富一度高达370亿元，位列胡润百富榜第37位。在2025新财富500创富榜上，按企业属地统计口径，王管熙夫妇以164亿元的持股市值成为山西首富。你看看这些首富，这些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都是这些货色。其实他怎么发家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就这样的市场，你说他要走牛市，是拿什么走牛市？所以他只能是沙滩上建高楼。我们还是看一看胡锡进老师。胡锡进老师对伊朗局势又发表看法了。就在伊朗现在苦苦的托人带话，给特朗普打电话，要和谈，要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胡锡进老师已经没有办法帮这个伊朗人洗地了，现在是伊朗求着谈判了，而特朗普就是就一条线，对不对？无和，不要东扯西拉的，就说你答应不答应，无条件契合。这胡锡进老师他说，伊朗战争在过去几周里轰炸声在主战线停了，但就是达不成和平协议，但也越来越邪。胡锡进老师认为这很邪，为啥呢？他说全世界加速跟着买单，几乎全球每一个人或多或少付出了代价。这个意义上说，这场战争已经打成了世界大战。这么说也行，蝴蝶效应。那你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那不也是世界大战吗？就按照胡锡进老师的说法，没毛病。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深度封锁中。根据劳氏情报公司的数据，在2月底之前，每月通常有3000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一天大概100艘嘛。而最新的数据显示，整个3月份仅有154艘船只记录到过境，这对全球石油供应造成沉重打击，导致油价大涨，经济下滑。全球在不断为这场愚蠢的战争被迫买单输血。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逐渐成为当务之急，这是全球的利益，甚至也是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利益所在。这胡锡进老师他就没整明白，特朗普是什么时候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反正具体哪天我不记得了，他应该是4月份封锁的。3月份是伊朗单方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导致3月份只有154艘船通过。
把这个也搞清楚的吧？你胡锦老师又在叫颠倒黑白、混淆视线呢。油价上升带动了化肥、塑料这些基础物价的涨价，更不要说全球开车的人去加油站要多付几十%的加油费，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加油站排起了长队。由于燃油涨价过猛，有的航空公司被迫取消一些航班。某国是大国对损失控制最好的国家了，但是老胡看到有报道说，在马上到来的五一长假，就有一些人因为航班取消，不得不改变早就定好的出境游计划。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关下去，世界性的混乱无疑将进一步扩散。这胡锦老师很有意思，3月份的时候他是坚决支持这个伊朗拿霍尔木兹海峡当武器，对吧？而且言之凿凿说这叫什么不对称优势。结果4月份特朗普一不高兴，你赌我也赌，我来封这个伊朗。结果胡锦老师也跟着后面鬼哭狼嚎了，说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对世界经济不好。3月份伊斯兰革命卫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胡锦老师是鼓掌叫好，希望以此来击败特朗普。胡锦老师说，我认为交战双方都不应再继续将关闭海峡作为谈判的筹码使用了。这个我在3月份就说了，对不对？霍尔木兹海峡不是什么筹码，这纯粹是伊朗革命卫队误判，海峡就在那儿，你有实力封锁吗？你封锁别人也封锁，对吧？这怎么叫筹码呢？特朗普一封锁他就受不了了，这才封10几天，对不对？伊朗就鬼哭狼嚎了，胡锦老师马上思想就转变了，再也不鼓励这个卫队海峡武器化。所以你看胡锦老师现在呼吁了，双方都不要拿这个海峡作为谈判的筹码，是吧？他也说，从道义上说他们没有权利那样做，从实际利益上说这样做对他们自己进一步实际好处已经枯竭。这个胡锦老师还是搞错了，到现在为止真正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导致世界大乱的是伊朗革命卫队，不是特朗普。特朗普只是封锁伊朗的港口，你哪些船你想去伊朗，对不起，不让你出来。人家堵的是伊朗，不是堵霍尔木兹海峡。如果你从科威特，你从阿联酋，你从沙特，你说什么卡塔尔出来的，照样走，只要革命卫队不拦着，你都能出来。所以说实际上是咱们把这捋一捋，是伊朗堵了全世界，美国堵伊朗，是伊朗人堵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人堵了伊朗港口。伊朗是绑架全世界，美国人是定向制裁伊朗，这必须要搞清楚。胡锦老师说啊，他通常认为封锁海峡是伊朗最大的一张牌，这不是胡锦老师认为吗？怎么改成通常认为了呢？也是他在战争持续期间被迫做出的选择。而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武器化是战前美方没有预料到的，美方反过来封锁伊朗，增加了德黑兰的压力，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伊朗的封锁海峡牌。但是美方施压的方法多，他也将封锁海峡武器化，严重叠加了海峡的风阻。这个是胡锦老师叫混淆视线了，颠倒黑白了。美方他并没有封锁海峡，人家封锁的是伊朗港口。伊朗现在表示愿意开放海峡，老胡个人认为，包括大国在内，很多国家大概都对伊朗做了劝说。德黑兰能走出这一步，准备放弃自己最大筹码，应当说很不容易。到了这个时候，美方原本应抓住这个有利和平的契机，与伊朗尽快达成取消封锁的协议，让油价和全球经济得到宝贵的喘息。胡锦老师很有意思啊，特朗普一个大耳光过去把他打清醒了，这时候发现自己不行，想回到过去原点，就是我不封锁，你也别封锁了。这就变相的承认自己做错了，你做错了就做错了，反而是让美国，你应该抓住这机会，追求和平，这叫求锤得锤。特朗普团队不该认为伊朗的这一让步是靠美国实施反封锁挤压出来的。众所周知，封锁要起作用，怎么也得几周甚至几个月，而美国开始封锁伊朗才不到2周时间，怎么可能已经有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呢？也就是说，胡锦老师还在找辙，说美国封锁没那么可怕，怎么伊朗人现在天天求着谈判，一板又一板的改。胡锦老师说，他说如果华盛顿打算就这样把海峡封锁下去，以此施压伊朗，迫使其改变对其他关键争议的态度，我想美方过于自信和天真了。伊朗现在肯定不相信特朗普对海峡长期封锁的承受力比他们更高，继续封锁几个月，油价得涨到什么程度？这个资本市场已经给了答案，不用胡锦老师猜，对吧？这个资本市场更敏感。特朗普已经说了，他要长期封锁，
而长期封锁这油价并没有帮到就上去，就说明资本市场已经消化了，认为在这场封堵游戏中，伊朗是肯定要输的。胡锡进老师他就说了，他说共和党究竟准备在中期选举中输掉多少国会的席位，用脚后跟都能猜得到。伊朗会继续抵抗下去，只要他们还有大饼吃，还有子弹打，让他们投降就是异想天开。很多分析人士认为，现在的和平是美伊双方都想要的。虽然双方在过去几周里相互威胁，也拦截各自的目标船只，但双方总体上也算执行了停火协议。分析认为，从美伊态度上看，双方依然有继续谈判的意愿，然而美伊却不知道如何走向和平。老胡认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现实的条件，美伊当前尤其是华盛顿需要特别冷静清醒。战争再拖下去，把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封着，是双方利益的慢性自杀。他们现在都需要拿出勇气来止损。胡金老师说，他说我想特朗普总统已经认识到了，要彻底压垮德黑兰根本不现实，他可能需要一些更好的条件帮着自己下台阶。那么伊朗和美国就好好谈吧，中间人也应该创造性的扮演好角色，帮着美伊捅破已经很薄的窗户纸。他们不可能逼对方就范，美国做不到，伊朗也做不到，都后退一步是唯一现实的选择。这胡锦老师好像那最近2天股市还可以啊，按道理他不应该这么好像就怂了，对不对？胡锦老师从刚开始的吧，伊朗是不可能跟美国谈判的，伊朗要复仇，伊朗要打垮这个美国，把那个林肯号给击沉，或者是把这个军舰的给搞成一艘，让特朗普逃跑，灰溜溜的逃跑。后面他是坚决不相信伊朗在谈判，特朗普撒谎。后面第一轮也是的，到第2轮还说伊朗放了美国人的鸽子，是吧？伊朗人很厉害，不停的渲染要霍尔木兹海峡武器化来对付特朗普。你看胡锡进老师这2个月的这个也不容易，态度转变是吧？脸都被打肿了。现在是伊朗人，人家特朗普不谈了，也就是说不派人在那等着了，为了看你一个文件，维特科夫啊、库什纳2个人飞10几个小时跑去。文件看了一眼之后，啥进步也没有，耽误时间，浪费钱。我估计这5·1期间肯定要动武，5·1期间有很多散户可能又要担惊受怕了，这个假期都过不好。因为特朗普专干这事，应该是5月2号晚上动手，也就是美股明天一收盘恐怕就要动手了。什么革命卫队司令瓦西迪，什么海军什么司令，这些什么司令恐怕都已经坐标都已经缩死了，甚至连这个穆切塔巴本人恐怕也已经暴露了。我始终认为特朗普确实停火时间早了一点，他当时应该再多炸半个月，把革命卫队力量再削弱一批。不过革命卫队的力量已经削弱一批，包括瓦西迪这些年纪大的一批一批的干掉，但后面上来的这些年轻的他稳不住，因为革命卫队毕竟30多个什么省，下面30多个省都是各自为政，你换个一般的司令上来还是压不住，而且他们会四分五裂，没办法形成一个统一声音，这样伊朗的这个叫穿西装的话语权才会大。现在完全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挟穆杰塔巴，挟天子以令诸侯。特朗普现在跟这些穿西装的什么佩泽西奇扬、阿拉格齐，你这不在耽误时间吗？你跟他谈，你谈1个月也没用，这就瞎耽误时间。谈成了回去也执行不了，没办法落实。特朗普接下来地面行动，一个就是哈尔克岛，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做到这2点，美国不会有太大的牺牲，也费不了太多的这个精力。特朗普也可以用阴招。什么叫阴招？那就是跟以色列一起把伊朗的什么电厂、桥梁一通乱炸，2天就结束，炸完就不管了。这个损失小，对美国来说损失很小，但是对伊朗损失最大。而且你也不能让伊朗屈服，你炸他的电厂，你炸他的桥梁，不一定能把卫队给炸垮。拿下霍尔木兹海峡，拿下哈尔克岛，这个时候伊朗人手上就一点筹码都没有了，那他很快就会垮台，没有任何耗下去的信心。我们可以密切关注5月2号、3号恐怕就要开干，也就换句话说，伊朗人的时间不多了，要跪赶紧跪，跪晚了又得挨揍。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